錢唔會讓你嘅生活變得更輕鬆，但係金錢思維會。錢可以解決好多生活上嘅問題，但係真正決定你人生嘅高度同埋你嘅人生有冇變得更輕鬆，係你對錢嘅理解同埋使用方法，亦即係話你嘅金錢思維。可以通過3個結構嚟睇下呢件事點講。第一，錢本身係一個工具，思維先至係操控者。兩個識得賺錢嘅人，生活可以天差之別。一個可能會活喺長期焦慮，覺得錢唔夠用；另一個可能會覺得，另一個金錢思維正確嘅人嚟講，佢對錢嘅掌控、管理同埋決策可以令到生活越嚟越好，財富越嚟越穩定。第二，我哋嘅收入係有上限嘅，但係思維可以掌控決定上限嘅空間。我哋嘅收入會因為我哋嘅行業同埋職位或者學歷嚟限制，但係金錢思維會決定你持續學習，做出理性嘅投資決定，同埋建立多元嘅收入來源。所以真正拉開貧富嘅距離，唔係你賺幾多錢，係人有冇一個增長嘅思維方式。第三，錢會解決好多問題，但係思維會避免問題嘅重複發生。錢可以解決眼前嘅問題，譬如話生活費、生活帳單等等，但係思維會解決重複式嘅問題，譬如話人因為過度消費而錢唔夠用，思維會解決呢個問題。思維會避免錯誤嘅投資同埋冇規劃嘅消費。好嘅金錢思維方式建立嘅係紀律，譬如話押後滿足、風險管理等等，呢啲都可以避免以後因為錢唔夠用嘅重複性問題。總括嚟講，錢可以讓生活變得更舒適，但係金錢思維先係真正讓生活變得更穩定、可持續性嘅唯一方法。